上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27公司大期待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昨暗8点52分，咱台湾有地震。台湾东部的海峡发生规模6.1的地震，地震中央是在宜兰的外海，各地上大震度是花莲有4级上界海。气象局是研判讲，最近也有可能有规模5到6的余震。昨暗的地震是咱今年台湾第2站规模6以上的地震，好佳在无传出伤亡。餐厅天棚的电火一厉害，饭食到一半发生地震。国家级警报也响，宜兰超市内面的人客拢压头看。26暗8点52，台湾东部海峡发生规模6.1的地震，全台湾拢感受会到。震央伫咧宜兰外海，深度53.2公里，各地上大震度花莲4级，宜兰、台东、南投、云林3级。台北、桃竹苗、台中、彰化、嘉义，还有台南、高雄、屏东，拢是2级，是今年第2件6级以上的地震。就摇摇，然后就有点愣住一下哦，是蛮有感的，15秒、20秒左右吧。6月14日也捌发生一件规模6.1的地震。气象局讲，台湾每年差不多会发生2-3遍6级以上的地震。东部海峡本来就是温热带地区。本来每人几个月就会发生一遍规模5到6的地震，是正常的能量释放。这一起地震规模6.1，大概就是菲律宾海板块往北边挤下去，就像我们一个手掌一个手挤到另外手的下面去，所以是一个比较深部的能量释放。是今年等于是第2个6以上的地震。那这样子的地震，其实致灾的可能性不高，就是它比较深了，其实已经经过一定程度的把能量滤掉。照过去的经验，最近有可能有规模5到6的地震，不过应该是未超过6.1。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太平洋高压的强度有较弱，也毋过水汽同款是真高。咱来看上新的分图。今日受西南风影响，中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过昼了后，各地爱细日西北雨，尤其是山区，也有西半部雨会较大阵。到暗时，东南部嘛可能会落阵雨，出门爱记得早雨满雨伞。这礼拜的天气同款高温烧热，其中大台北西半部挖近山区的平地，也是河谷高温拢有可能会升到36度以上。东南部嘛可能会靠火烧风，温度可能会降悬，嘛爱细致。连续高温潮沙，也有热衰竭，即寡热伤害的案例嘛日头增加。到25日时，已经有686个案例，因为伤热去热着去互医生看。天气真正真热，行伫路的画面上是挂乌目镜，有的也雨伞画底无碍，就连骑机车的人也包甲白，就惊互日头晒着伤。根据国健署最新统计，这个月到25为止，已经有686人次因为热伤害就医，是去年同期396人次的1.7倍。气象局表示，未来1礼拜依然是高温真热的天气。而天气这么热，有些的云林人也比一般人较会着山。医生讲，有些的云林人普遍体温较悬，因为腹肚内底的囡仔伊的血管调节能力，也有散热机制拢较歹。若是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的天气内底，伊佫是有新的前3个月，可能影响囡仔的发育。容易心脏有问题，就是说过热的情况之下，另外它的这个在发育的时候，小孩子的蛋白质会有一些错误的这种转向，所以对于畸胎会产生一些增加的情况。医师提醒，有些的云林人除了散热机制较歹，荷尔蒙改变之下，较会流汗、喙焦，体温比一般人较悬，加上着山、身体热，吐的症状拢甲病症真共，较会被忽视，一定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学生囡仔当地休热，加上一寡补助也个真嫌悬，咱国内旅游的人数是真惊人，尤其外岛个特别受欢迎。啊，毋过嘛，因为人伤济，用电量抢悬，亲像红头树估计即个用电量就创下38年来新高，而且7月份到今已经跳电跳3摆啊。台东要去兰屿，也有绿岛的客轮，最近是逐班拢客满。拄对绿岛转来游客讲，虽然人真多，毋过休大甲餐饮正常，也能接受。可能是受到报道的影响，这2天人有较少，恢复到往年的水准。车子很多，但没有上次新闻报道大街上人那么多了。礼拜6过后人就突然变得比较多。
离岛旅游人数暂时有较低，不过根据台电统计，离岛地区的用电量增加真多。热天用电以来，离岛甲去年同期来比较，已经增加18万度，人数增加24万度，甚至7月发生多摆全岛跳电事件。另外，金门也增加175万度，澎湖上最用电量上大，增加267万度，甲去年发电量比较，成长将近1成。兰屿到今年7月破了每天的用电量达到4000多千瓦，我们也强化电网的方式，还有整个环岛电网地下化以后整个电网的可靠性会更高。去离岛旅游的人真多，尤其是离岛甲兰屿，11天就来6万名的游客。根据民航局统计，对7月17到23国内线航班载客数总计有17万9565人次，比去年同期成长25%。其中4个偏远小离岛，亲像离岛、兰屿、七美、望安，载客数有3421人次，成长7成以上。而澎湖人数上多，有10万5917人次，成长55%。台电讲，近日休热旅游大热，加上天气热，兰屿离岛用电量也成长1-2成。台电伫短期内无度正式基础设备，乡公所也呼吁大家爱节约用电，以免常常发生跳电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北韩官方头辩是证实讲北韩有武汉肺炎的疑似病例。北韩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虽下令要求封锁两韩边境的城市、开城市，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个疑似病例是一个脱离北韩的人，也毋过伊去走返去北韩这件代志，南韩是看到新闻才知影。北韩官方媒体报道，北韩最高国家领导人金正恩离国开紧急会议，因为刚刚发现第一件新冠病毒病例，疑似患者是直到越过两韩边界到开城的脱北者。The person, it said, was put under strict quarantine along with those who had come in contact with them, and the city of Kaesong was put on lockdown. There were no other details about the person except that several checkups were done on fluids from the person's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and that blood was taken. 金正恩讲，虽然6个月来对外联络通道守甲真严，不过也是发生紧急情势。社会病毒已经入侵国家，北韩伫1月就宣布封锁国境，本来就无啥多国际航班甲列车拢停驶。北韩报道讲，疑似病例是3年前就脱北到南韩的越境的逃犯。金正恩宣布开城进入紧急状态，自24下昼开始封城。南韩政府说是伫咧北韩的新闻发布8点钟了，才知影有人越过边界。The South Korean military says it started investigating the report and has identified one possible person based on the facts provided by North's report. Instead of managing to sneak through the DMZ, it's more likely that he swam across the Hangang River estuary. 南韩调查了认为，北韩所报道的疑似病例有可能是2017年脱北，目前已经失去联络的24岁男子。伊本来住伫咧京畿道金浦区，不过6月中涉嫌对一位女性脱北者施加暴力被断线。南韩的智库吴山政治研究院分析师接受访问时阵讲，中国甲北韩的边界长1400公里。控管无管戒严，每天都有几60位北韩人民来回走私商品，伫咧乌市买卖。讲病毒的来源应该是中国。记者综合报道。那菲律宾即卖疫情嘛是哪来哪严重？咱台湾最近新增加的病例，拢是对菲律宾带病入境的，所以咱政府是宣布讲，对昨开始对菲律宾入境台湾旅客全部拢爱做采检。菲律宾来台湾的旅客，塞大包小包的行李到采检室采检，同时还佫写旅客入境健康声明加居家检疫申请书，佫爱量体温。会这么严格，是因为菲律宾武汉肺炎疫情严重，致使境外移入的病例增加，所以指挥中心宣布1日开始，只要是为菲律宾来的旅客，拢爱全面采检。它疫情实在是太严重了，就是你没有办法说去确定说自己能不能够。在这种环境之下还能够健康，对啊，他们当地人没什么卫生概念。所以我觉得，台湾政府的这个措施，我觉得是真的蛮好的，因为那边是真的太多案例了啦。
等个台湾学生表示，菲律宾逐工增加上千的病例，好真侪学校被判停课，各用线顶教学，伫无法度有个未来发展之下，只好先等台湾。姚民众讲，当地人缺少卫生概念，明显感受到疫情严重性。政府应对菲律宾来台湾的旅客全面采检是好代志。根据国境疾管单位的资料，这项新的采检政策实施了后，第一班为马尼拉出发到桃园机场的班机下晡到台湾，总共有20多名旅客，其中有几啊名挂着移工。一个礼拜大概7个班机啦，不过每天可能之前观察是大概有50人以下啦。如果是50个人左右，应该都还没有问题啊。指挥中心表示，目前菲律宾疫情也是一直升悬，最近2礼拜平均每天确诊的人数差不多是1600例，阳性率有12%。加上国内境外移籍已经有6位是来自菲律宾，未来若是其他国家出现同款的情形，会随时检讨提升管制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总统蔡英文先前有提出青年证件，即马政府按算要提出600亿来做青年创业贷款，100万以下贷款由政府100%替你挂保证，而且补助前5档的利息。北方展销连家创业这个政策按算8月初1正式起稿。来看联合报 ，Intel 最近宣布讲，七纳米的制定开发无顺利，所以按算要找咱台湾的台积电来生产。这对台积电来讲是天大的好消息，所以这礼拜台积电的股票介绍有机会会冲破400块的大关。目前因是全世界第12大公司，有机会进一步成做全世界排名头10名的公司。来看《苹果日报》，根据中国的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伫 Twitter 的资料，美军昨昏伫同一个时间无同所在南北东侧试探中国的领海，其中 P8A 反潜机伫中国浙江甲福建的领海基线只有41.3海里，无到77公里。这是上瓦近中国的一摆。那中国这边嘛公布解放军伫南海演习的画面，互相呛声的气度真高。国际疫情也在滚加，也毋过咱台湾的疫情已经冻点。即马咱台湾阁成做亚洲头一个有国际邮轮靠岸的国家，昨昏邮轮对基隆港出发去佚佗。入口的所在，伊就爱量体温，连个家人船员也无例外。船长4间看到自动洗手的装置，也有22间的客舱房改做负压隔离房来备用。建议予旅客家己摕自助餐厅改做工作人员，大手托甲防护面罩，提予人客。疫情了后，头一摆来台出航的国际邮轮探索网号，万一真正有疑似个案要隔离的所在，照 SOP 处理。那第一个时间呢，都只是一个疑似的情况。那当然，如果有确诊的情况，那跟着我们的疫调的方式，看他接触的时间的短长，那决定他是隔离或是居家检疫。文化部长陈时中受邀请参加首航典礼，伊讲全船拢经过高规格检疫，游客放心。不过无法度维持社交距离时，也是建议爱关水暗。探索网号在暗头6点对基隆港出发，这就这只疫情了后，亚洲头一只复航的国际邮轮，游客拢真欢喜。船上有一些外国的表演，然后就觉得还蛮有在外国的感觉。看到外面的海啊，其实整个心情都还不错，就是感觉真的上有在出国玩的感觉。交通部长林佳龙证实，跳岛邮轮试行了后，会对邻近无疫情的国家规划旅游泡泡行程。希望台湾对防疫大国变做观光大国。而伫跳岛邮轮了后，国内也有旅行业者伫申请邮轮款台，交通部也协助业者伫落实防疫深化之下，规划跨港苏航。落实安心旅游，也让我们现在国际疫情还比较严重的时候，国人能够在台湾这个国内的旅游有一个新的体验。跳岛邮轮的首航行程4天3暝，会到离岛澎湖、马祖、甲金门。因为大船正水深，挖船的时阵会用小船接到离岛，预计一直到10月底会执行31座跳岛行程。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也咧滚加，即马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600多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4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咱台湾目前共款1458例，中国病例有83000多例，香港有2600多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436万例。巴西超过239万例，印度是超过138万例，俄罗斯有81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是超过31万例，英国超过30万例，伫意大利有24万例。即阵西班牙的武汉肺炎疫情搁行起来，英国政府已经宣布讲，所有对西班牙入境英国的旅客要隔离14天。若疫情反苦的，毋若西班牙尔，法国甲德国的感染人数嘛有增加的趋势。26日，西班牙马德里机场未少正准备回国英国旅客，虽然拢挂吹暗，毋过面色是真沉重。因想要到即座伫西班牙度假结束转去了后，要隔离14天。I think it's really bad because it's just come all of a sudden. It's not given people much time to prepare, so everyone's now panicking. We're quite frustrated by it, to be honest, because it actually feels safer in Spain than what it did when we left the UK. 英国政府是因为西班牙疫情搁升悬，向向宣布所来自西班牙各入境英国的旅客要隔离14天，25半暝开始生效，也宣导英国公民尽量唔通去西班牙东北部、加加泰罗尼亚地区。西班牙解除紧急状态正过5个月，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24通报单日新增加确诊超过922例，而且出现自解封了后单日确诊数上大增加幅度971例。官方警告，恐惊是第2波疫情。A sharp increase in the rate of swab positivity, particularly on mainland Spain. 另外，法国第2个通报单日新增加确诊1130例，伫6月底报付单日新增加确诊只有81例记录。官方正宣导启动伫厝内底工作机制，各建议民众唔通去西班牙。德国会有所有回国旅客免费体检。国家卫生研究所伫24通报过去24小时内新增加确诊781例，第3是815例。官员表示，这个发展互人真烦恼，因为感染人数明显增加，为顶礼拜大工差不多是500例。升悬到即马超过800例。记者综合报道。针对武汉肺炎的疫情，法国有发表头一例妈妈喂互腹肚内红婴的案例。也过敢若毋若法国尔，墨西哥嘛有爸母体检是阴性的，也过生出来的3胞胎拢互验出有病毒的案例。秘鲁嘛有一个出世才500公克的早产儿去喂着，经过1个月治疗，好佳在已经好哩哩。¡Qué valiente! Y ahí estás, acá está mamá. Sí, mi amor, acá está mamá. Y te voy a esperar afuera, yo siempre voy a estar aquí. 我两个嘴暗穿隔离衫，南美洲秘鲁就以感染新冠病毒的27岁老母，顶个月早产生的后生也着病，1个月了2个人拢好啊，各人中风。Ha sido un mes bastante difícil y complicado, pero ya estamos aquí en el camino y pronto vamos a vencer la batalla. Yo sé que Jorgito está muy bien atendido por unos excelentes profesionales, como me dijeron en el principio, comprometidos con los niños. 马奎兹伫咧有薪的期间感染武汉肺炎，有薪23礼拜时阵出现毒血症，医生赶紧甲伊开刀生，囡仔生出来只敢若542公克。30天了也只敢若930公克。Les tomamos una primera prueba de hisopado al bebé. En este caso salió positivo, por lo que requirió estar más tiempo en esa área de aislamiento. Posteriormente, ya como casi a las 2 semanas del primer hisopado, se le hizo un nuevo control y salió negativo. Entonces ya posteriormente pasó a esta unidad de ventiloterapia. 这毋是全世界第一件有新生儿感染新冠病毒。伫6月底，墨西哥就有特殊案例。爸母拢健康，验过都生出来3胞胎拢感染新冠病毒。El mismo día que nacen, se toma su prueba por protocolo, por ser prematuros, y sale positiva. Los padres ya están en estudio, obviamente están aislados, pero están asintomáticos. 墨西哥迄人阵就怀疑母亲透过胎盘甲病毒传染予新生儿，这是法国的一项研究登上国际期刊《自然通信》。
确认全世界第一件母婴随着传染新冠病毒的病例。有一位感染武汉肺炎23岁母亲，3个月早在生的囡仔也同款挖着。研究人员伫咧水胚抑个胎盘组织拢验出病毒，证实新冠病毒会经由血液，佮透过胎盘传互囡仔。不过，英国牛津大学学者认为，老母传互腹肚内囡仔，全世界案例真少，唔免伤担心。记者综合报道。当年拢有几啊百万观光客专工去非洲的东部看动物大搬耍这款壮观的画面。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非洲的肯亚封锁国家，所以这条观光财今年无土赚啊。对空拍画面看到上千上万只牛羚要过河，镜头举我真壮观。每年7月几落百万只野生动物自坦桑尼亚出发，飞去北边的肯亚马赛马拉找食物食。互人讲，一世人一定爱看过这边的非洲动物大迁徙，今年同款真精彩。不过因为疫情，今年无啥人。We have witnessed the pandemic of the whole world globally, and now the big issue here is, as you can see all around us, is very few people. Generally, it is the locals who are witnessing this happening. For this time of the year, usually could be like about 1,000 and more tourists. But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it hit the globe, it is quiet. 唔是对荧幕，是亲目睭看斑马甲牛羚食草，看非洲之王狮的霸气，体验大自然强食绿的生存法则。伫往年7月到10月，动物大迁徙的旺季，拢人吸引上百万的外国人来。不过3月底到即马为止，肯亚拢无国际旅客。疫情发生了。肯亚自3月25开始禁止国际航班，锁国超过4个月。总统伫7月宣布，国内航班自15开始恢复正常，国际航班是自8月7月复航。不过肯亚每天增加的比例又有几落百例。Last week, as Nairobi was opened, local tourists are coming, and from next week, hopefully, the international tourists will come. And then we will breathe again because I think the Maasai community was suffering a bit from the lack of tourism and the lack of jobs. 肯亚马赛马拉地区目前只敢7间旅馆符合防疫标准会当营业，业者为着要吸引国内游客，本来爱28,000肯亚先令，差不多代票7,600的团费，怎么提高只要2,600代票？当地保育人士讲，除了旅游业受影响，也有生态危机。虽然肯亚自70年代就开始全面禁止拍蜡，不过伫锁国了，肯亚的野生保护局就发现，真侪人掠野生动物来卖，掠野生动物来食的人也比疫情进前成长超过5成。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中国宣布要把美国驻成都的总领事馆关起来，而且要求今日早起10点之前爱搬走。昨昏门口口美国的国徽已经摕掉啊，即马现场嘛有真侪公安甲警察的戒备。美国职棒大联盟马林鱼队传出有球员去挖着武汉肺炎，今日要对费城人队的先发投手尤瑞尼亚伫比赛进前临时临腰红换掉，外界风声讲伊嘛去挖着。全球暖化的速度愈来愈紧，今年热天各地拢传出高温，创下历史新高的纪录。北欧的挪威北极圈的小镇当年城，温度是降到21°C，伤过温暖啊，嘛创下41年来新高。镜头转来咱国内政治的消息，高雄市长补选，昨昏总统蔡英文头一摆以党主席的身份去甲陈其迈徛台。国民党的候选人李美珍是形容这是国家队咧助选，民众党的吴益政是直接去现场发声，望中央甲818亿的分配款还予高雄。布条挂伫陈其迈会场附近的路口。民众党吴益政趁总统蔡英文来替民进党陈其迈徛台议会到现场揪布条，国叫中央甲818亿统筹分配款还予高雄。把818亿是不是应该还给我们？如果不是，请你讲清楚。我们必点点嘛，这些总统必点点，百姓才艰苦，啊！你跟我沟通。这是蔡英文第一遍来替陈其迈徛台，也感谢高雄伫咧总统大选时阵投去109万票，讲答应高雄的拢会做到。
但伊嘛也讲，会甲行政院会议定会中央经验带回来高雄。为了回报高雄人的支持，为了要找回我们高雄的光荣，这一次补选，我们再一次推出陈其迈。我们在今年就即将投下第3次的选票，投这一票不是因为陈其迈或者是民进党，而是因为我们心爱的故乡高雄。民进党伫拜六出动大卡拍团结牌，国民党的李美珍是推出大家新舞牌，下到妇女社团后援活动，除了有秘书长李乾良来，也找伊的大家来助选。国家队已经进入陈其迈的总部，当成那个最佳的助选员，所以这一次就证实说，连总统都来替他助选，我们还是会按照我们的步骤继续前进。不过李美珍也未摆脱论文的代志。中山大学发声明为抄袭事件造成的分了道歉，也讲为着要维护学术尊严甲学校的名誉，所有论文的备案绝对袂宽待，也袂毁撇确实。指出李美珍讲尊重学校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进前汉光演习，海军陆战队树林船兵船的意外，造成2个官兵不幸殉职。昨昏，军方举办联合公祭，总统蔡英文冇到位。我那时候是最靠近中式阿玛勒乡跟志荣乡那边，对。然后那时候当下因为一直喊救命，然后那2个乡就是请，因为吴永志下士吴永志也在前面，然后就是请他赶快过来救我。中苏陈玉英受到司法警戒，受当伤的阿玛勒甲陈志英互动人心来救伊，陈志英事后却是不幸殉职。国旗砍伫上司陈志英甲上兵蔡博武的棺材顶面。海军陆战队指挥部早起为汉光演习兵船意外中不幸殉职的2位士官举办联合公祭，另外对阵陈志英为士官长蔡博武为下属。颁授一型陆战奖章及海军陆战队3等士官长官阶。总统蔡英文在国防部长严德发陪同之下，早起来到公祭会场，并且颁保养令，向2位士官来致谢，感谢因保家卫国的奉献精神。同时，搁再慰问家属，希望因赶紧行出伤痛。颁赠褒奖令。因为进前美国太平洋陆战指挥部伫知影台湾海军陆战队演习发生意外了后，就委托 AIT 美国在台协会表达关心，所以这摆公祭现场也看到 AIT 处长李英杰来到现场致哀慰问。记者综合报道。根据消防署的统计，今年正月到6月，拢总有151件山区救难的案件，大部分拢是找坡路受伤发生意外案件。中央政府开放山拿也未满1冬，大部分的民众也无爱家己负担风险这款概念，这嘛造成消防人员甲山区救难人员的负担。咱来看今仔日公司台记台的新闻专题。经过10天的超吹，出动900人次，直升机吊挂，总算成功把平安病院的副院长救出来。唔若到山，日前伫咧嘉明500发生一日来回的登山客捡着路跌落的意外，一名消防队员搁伫咧救援当中受伤，好在在路尾2个人拢平安。登山有风险，上界定发生的就是找唔着路、捡着路意外。像这个所在离山厝啊，才150公尺尔，冇发生过有人行到碰无去的意外。也毋过，这后来有说指标来指路，上个重要的其实嘛是所有家己爱准备校正。大部分拢是咱咧讲的迷路啦，走无去啦，毋知影要哪行出来。到尾啊，你着行袂叮当，行袂叮当，代志就会出代志。无水啦，这人的身体就啊虚去，你要救伊，伊的时间就会愈拖愈久，这就愈足危险的啊。为消防署的数据看起来，开放山林以来，山区的事故和去年同期相比有增加的趋势。今年1月到6月，总共有151件。消防署是分析讲，4月防疫新生活启动了后，人潮拢往都市附近的山区去，所以新北、台中这高山事件增加。要降低登山事故的风险，要正确来使用登山地图工具，定时回报作票给山脚的老手人。若是报案，爱原地等待救援。按照这个航机对咧行，然后你
随时参考讲你已经行过迄个路有共款无？有热心的山友就用家己的专长制作登山专用的路地图，会当伫登山的时阵随时来比对路线，确认感受检着路。路地图逐礼拜拢会根据山友所汇报的状况来更新资料，会当讲是真侪山友做伙用脚行出来的。使用你若有正确的使用，你有练习过，有做好功课啊吼，90%吼，拢应该袂拄着即个迷路的问题啦。嘿，我感觉即摆问题遮济，大部分拢无做功课，临时要想去，就去啊，准备无够。对，但是这次就会发现很多是那种完全不知道自己来干嘛的，把奋勇冲到湖边，然后冲回来发现，傍晚了下不了山。对，然后我们这边叫收容。对啊，然后还有那种，他走了29个小时才下山。对啊，那这种状况其实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去年中央开放山林，让民众方便登山，遮侪民众却无风险自负的观念，这嘛造成各地山岳管理机关和消防救援沉重的负担。这嘛是为什么南投等等主管机关甘愿方面保守，嘛无愿意来修登山条例。另外，山友目期抬一套真正有法度发挥用处的登山险。目前行政院表示，即马搁伫咧和民间业者研议当中，开放山林背后的风险。向来负担，需要民众继续来关心。记者由张玉水林昆明台北台东报道。唔惊天气小热，有3个高中生用6天的时间对台北行到彰化，因行的路就是当年台湾新闻学之父赖和回乡的路。这3个少年囡仔讲，因要用行动来感受赖和伫100年前感受到的台湾文学。大日头35度的高温，3个好朋友行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当年为台北登去彰化回乡文学之路。尽量行赖和当年的路线，暗过一路的风景地貌，甲100年前已经真大差别。36岁高一学生经过马路检着方向，误入山林。23为台北市白色恐怖警卫纪念园区出发，26已经到苗栗豆分，经过4县市，用双脚飞行赖和是偏向的感动。在这条路上都还是草，没有行动，要很接近他们以前走的那样的路的样子。开放闽南语的用语是写作，它可以有自己一种独特的写法，然后把它写成一种独特的文学。发起这活动，黄品瑞伫学校上课时接触赖和的故事甲作品，受到伊诗篇中高高的乡土气息，甲展现台湾文学的独创甲草根力量，利用小说进行赖和伫1911年的顺乡路。这旅程除了记录，也进行创作。对自身身份的一个意识的认知觉醒，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发表自由言论，我们能够评论媒体、批判政府，而是我们所应该珍惜的。3个高中生逐工至少行30-40公里，到较远的山区一工超过50-60公里。父母虽然唔甘，暗过支持囡仔坚持，也感谢囡仔和中心熟悉台湾新文学之父。共同成长，就是小孩会成长。那在这过程，我们带小孩，其实我们家长也是在跟着成长。用苦行来磨练信心，用行路来体会100年前世人对台湾这个土地感情。这段路，3个高中生跟着沉重的赖和文学作品，用上单纯的方式去感受，也向开创台湾新文学风貌的赖和致敬。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分林斗南的信义育幼院创院甲打41档，照顾过500个囡仔。今年育幼院按照惯例，替囡仔举办脚踏车环岛的活动，对斗南骑到恒春，训练因的体力，嘛互因去老人中心做表演、做服务。囡仔这挂乌银目镜，伫安全帽一个对一个准备出发，开始因7天6暝骑脚踏车环岛的旅行。不过天气这么烧热，细汉囡仔敢准备好要接受挑战啊？我准备好了。平常因为这学校体育课都很活跃，所以体力上是 OK 的。大家都抹了防晒了。
雲林縣斗南鎮信義育兒園創意41年，安置超過500個的有老無厝、家庭功能欠缺的囡仔。這10年來也替因辦騎腳踏車環島活動，今年打算對斗南騎去恆春，讓因沿路欣賞西半部的風景，也去老人院表演背時段。在這個7天6夜的旅程當中，他們會在一些社會福利機構，例如老人安養院等等，這一些讓他們去做助人的工作，對他們的品格來講的話，更是一個更大的一個幫助。在孩子的臉上會看到不一樣的表情，孩子都是很有信心的一個表情出現。來回600多公里的路程，考驗囡仔體力和耐心，也讓因在路休產的時去社會福利機構陪伴較弱勢囡仔和老歲仔，學做一個手心向下的人。記者綜合報道。人講花開有花香，啊，毋過有一款花開花臭摸摸，各行講是雷公屁。南投有一個介意種特殊花草的民眾，伊種6棟的大型木屋，總算開花啊，也毋過生做歹歹啊，而且閣有臭味。啊，毋過伊講種6棟才開花，閣歹閣臭嘛歡喜甘願共款小命命。外形看起來就親像高麗菜，但其實這是世界級的特有種油扁木屋開的花。介意收集特殊花草的羅先生，在6年前開始種油扁木屋，總算在今年開花。因為花蕊造型特別，嘛吸引介意原價的民眾來翕相。這個很稀有啊！嘿，覺得怎麼稀有？沒看過這種，難得一見。為什麼會對這個感興趣？我對花都有興趣了。油扁木屋唔但造型特別，而且會發出親像草酸的肉的臭味。這種臭味嘛吸引好心來食生卵。這就是蛆，白白就是蛆。對，我以為它在上面下蛋就對了。對，因為它夠臭，所以它在這邊下蛋。油扁木屋是東南亞熱帶食物，但年會佇春天開花，因為會發出臭味，所以有雷公屁的講法。佇台灣野外，若是運氣好，嘛有機會看到油扁木屋。雖然這種食物的外形唔是真水，但是卻是真珍貴罕見的物種。記者綜合報道。鏡頭來屏東中壢鄉的農民顏金珠要做草藥的生意，10多年前伊開始種山肉桂，伊嘛去申請產銷履歷，總算佇今年成功摕到咱台灣一張山肉桂的產銷履歷認證。變成深綠色，但是它的肉桂醛還沒有完全成熟，怎麼分辨它？就是用手去觸摸。顏金珠教人看這土肉桂的葉啊，敢有夠粉，敢會使辦。伊講，拄開始伊就是種土肉桂真簡單，想袂到需要真濟學問。很好種，就給它種下去。可是他發現到它長得非常的慢，5、6年的時候才發現到說，這個葉子怎麼會沒有味道？他發現到說，它肉桂醛的含量要讓它成熟，它那個葉子才會甜。因為土肉桂無啥人種。用過顏金珠若拄着問題，攏是家己找資料，想辦法解決。為着要互人客食到天然的土肉桂，伊要擱堅持用自然農法去種。覺得肉桂很好，然後呢，它又可以讓我們的身體健康，讓我們的身體一個循環更好。那我就想說是種這個，平常泡茶或者是要做料理都可以。種土肉桂超過10檔的顏金珠，因為了解土肉桂規層攏是寶。有殺菌和豐富的效果，伊全決定要拼勢推廣土肉桂。我們要做粉，我們就只有採葉子。顏金珠唔但研發肉桂粉，還閣有茶包和藥布。伊希望透過儕款的加工產品，通把土肉桂的好處推廣予愈儕人知。記者綜合報道。生活消息來關心最近蒜頭的價數直直起，即馬小白價數逐台斤已經化到8倍，起1.6倍。農委會講，因為最近埃及進口蒜頭檢驗無過，加上武漢肺炎的疫情，外國真濟國家即馬攏關閉出口，進口量少，才會變貴。1斤平均下來是180塊。一細包蒜頭都要賣65塊邊，還有較歹的1斤也要100幾。沒東西啊，所以要貴啊，從90塊跳到120，他們就很難接受，就跳到180。
现在觉得有点困难，讲250、300块都有可能。大家做生意的没用也不行啊。美南北会杂牛杂货店讲是国产本土蒜头，小卖也花到1斤200块。没有那个味道就不好吃啊，就是少买一点嘛。价格是涨蛮多的，少买一点就是少用一点。蒜头价销一直悬，大家拢话食袂消，因为炒菜需要蒜头，只好减量。啊，毋过做生意的为料理，就是爱放蒜头才够味，只好带去买。啊，毋过经营成本都变悬。以前差不多70、80块而已，现在都100-200，一天差不多1斤左右而已。梁牛树表示，因为国内采收期已经过啊，市面上所卖蒜头主要也是靠进口。啊，毋过最近一批埃及进口的蒜头因为大土检疫未过关，国内蒜头数量就减少37%，加上疫情影响，各国进口管制，蒜头较歹进口，价销才会变动这么大。农业署表示，为西班牙进口的蒜头真紧就要到啊，只要检疫过关，按算7月底8月初，国内蒜头的价销都有希望回稳。记者综合报道。不管做啥物代志，爱欢喜做才会甘愿收。大学的考试、入学的分法已经开放伫网络填志愿啊。专家是建议讲，囡仔爱有兴趣才填，才袂册读的，无兴趣白了工。虽然规模求水适当的大学也变少，大学博览会选志愿的策略讲座袂当无办，因为志愿安怎写如何排序真重要。会不会有一些比较高分的学校，然后没有填到？我填了91个吧，然后我是按分数填的。按分数评估6点，卡数6点，毋是上想要读的要安怎咧？省校辅导专家提醒，想要读的爱排伫头前差不多3到5个，所以7到15个梦幻校系，35个排名较头前的边缘校系，20个排名较头前的本位校系，若无放心，搁加15个安全校系。其实今年是考题难易度因为差异大，要特别注意。那每年都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志愿序不要倒填的问题。有兴趣才读之外，若兴趣无清楚要如何运用咧？专家讲应优先考虑学校资源甲校风。叫做了后，升3年的女童学讲，高中时阵只知对理工有兴趣，毋过材料供电的差别完全无清楚。好甲再选交代内面学士班，12年下修6个系基础课，到3年才决定专业。因为很多只有上完物理、化学、微积分，那其实不够，是真的实际上完那些比较深入的课程的时候，才会知道自己想要往哪一个方向。目前高大、清大甲成大已经成立无分系顶相关学制，台大最近也研究成立无分系学系，以转系方式招收大学2年学生，而且选课无受单一科系限制。大学这边提出因应，就是无想要互学生读了无欢喜，生涯规划无清楚，浪费时间。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桃园，桃园有一间文创印刷的壁画工厂，是头一间伫社会主体内底的壁画工厂。目前是做手工为主，要提供身心障碍者工作机会。公文批卡、手挂袋啊、牛下粉的卡片，也有文宣关注比这产品。这间文宣印刷壁画工厂是第一间进驻社体壁画工厂，提供6位身心障碍者就业的机会。我们是第一家前进色彩的批户工厂，然后包含了手作的部分，就是像那个密封条，还有信封的背胶，还有产品的包装，然后手提袋的制作，大概是这方面。文创印刷壁画工厂表示，实际印刷工作牵涉机器运作，危险性较悬，会依照身心障碍者状况设计闪烁。目前壁画工作者大部分以手工作业为主，进行印刷品后製加工、礼品包装这类工作。我们社会住宅都会有一些公共服务设施，那希望这些公共服务设施除了可以做到公益设施上的满足之外，也可以做到敦亲睦邻的效果。主体发展处表示，未来8德2號、8德1號甲6德2號這社會主體，也盡量把空間予壁畫工廠使用。壁畫工廠也呼籲社會大眾，予身心障礙者工作機會，加入訂單採買做公益，訂單愈濟，就請靠較濟身障朋友。記者綜合報道。咱台灣的文化水閣有意思，南投草屯有社區，逐個月攏會舉辦各種的活動，學手藝嘛學功夫。社區最近就請老師教大家做學粿，粿咧吹等的時間嘛無拍算，就教大家唱歌戲。
先甲糯米粉、太白粉和再来米粉烂做伙，再来甲欠芳过香菇、虾米、猪肉和蚵仔角掺入去拌拌的，将人学做粿。细日啊，甲切做一块一块，放入去人绳吹。等吹过时间，大家就去听歌戏，也学唱几段。我本身最爱食粿，我来这就是要来学做粿，看歌戏，这是一个传统啊。嘛是一种行销，然后体验一下就是以前的辛苦啊，做那个粿是如何制作的这样子。南投县草屯镇牛屎社区就望代表台湾味的芋粿和传统的歌戏，卖直直失落，逐个月拢办一摆活动，后面将甲过去的古早味找回来，也学一寡无同的手艺，像做手工饼。让我们传统的技艺就是流传，不要说流失了，让就是年轻人呢也可以来参加，然后长辈呢也可以来参加。牛屎社区的居民若看歌戏，若做粿，学老一辈的手艺，也兼采联络感情，甲台湾传统艺文产业和食食文化继续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看榜，咱来熟悉台语文学家陈明仁老师。投入台语文学创作已经几20年，嘛发现真侪人的台语词拢落了啊，所以才甲出版社做伙录音，出有声音的册，希望甲台语文学的水流传落去。简单，我家己听到，无语，用正港的台语开口来读家己的小说，陈明仁展现出这几十年来的台语底子。伊讲，伊就是要甲台湾人用过的故事拢写出来。我这年岁拄好经过这个接这个无，这个较忙，我想干那我当写尔。我若无甲真咧写袂使。伊若写这一般的记录无人会看，所以我要编故事。用小说把这个物件写出来，人才会去注意。我主要是要把这个台湾即款咱较早有的语言啦、价值观啦、婚姻啦、爱情啦、信用这物件有无？拢包括咱性命这物件。陈明仁表示，语就是有声音的，爱写台湾人听有嘛读有的作品，才通真做伊心目中的台语文学。这款的理念，连前卫出版社的社长林文钦也真认同，和伊长期合作。台湾产生的故事有迄个台湾产生足自然、足亲切的，佮经过伊写出来，伊足水气足趣味的款的语调，有教授评论讲，伊的作品是真五人式的。社长林文钦保守陈明仁有语言的天分，台语讲到也真水气。听伊的册，真是会使感受到文学的气味，佮会使对册内底捡一寡传统的台语词转来。不是给他卖啊，买东西唔是啊，咱要茶米、要灌酒、要打油，要迄落拍车单有无？拢有伊的动词，无共款买的物件也无共款动词，尤其是每一个行业。做新人讨海做肉的，因拢因的专业词啦。这个专业词外口无一定知。这拢是咱台湾宝贵的语库啦。因为我都这若无公教的，我就想要做这啦。长久以来，除了台语文的创作，陈明仁也有一个放伫心肝底的梦想。我唔是要做文学啦，其实我是咧做建国啦。因为我一生就是讲，我若有世人会当做一个台湾国民，迄是我上大影响啦。身为台湾人，嘴讲台湾话，手写台语文，是陈明仁一生打拼奋斗的目标。伊也希望这寡伊写的册，未来通真做台语文教材，让少年人了解台语原来有才调通写万事万物。记者李定、林坤明台北报道。世界真深色，有影真深色。来看艺术展览，一般拢是叫人用目睭看，唔通用手摸。啊，毋过伫日本即摆有一场真特别的艺术展览，唔但会使互你摸，而且会使互你摸走。结果呢，日本即个展览讲要展览10天，尾啊，敢若展览10分钟尔，因为10分钟内所有艺术品就拢互摸去啊。妖妖的钱，也有银角啊，一个一个拢挂起来。这拢是目前伫东京品川区艺廊所展示樱桃艺术展的展览品，将近200名观众提早来排队，甚至附近警察局也来维持秩序。主办者临时决定提早半点钟开幕，10分钟之内，人就将展览品扫了。
宇佐田先生是少数抢到的幸运者。こっちの下にその綺麗な1万円札の作品並べてる場所があるので、そこのどこかに並べたいと思います。啊，不过亲像伊安尼收藏者无济，被搬走的艺术品真济伫几点钟之内都出现伫拍卖网站。展览主办者讲，这是一场实验，互艺术品脱离全然保护，是要改变艺术家甲观众之間的關係。やっぱ見る側もなんかそんなありがたみなく持ってっちゃう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なんか盗めるってやるとやっぱこれ絶対欲しいみたいな、なんか気持ちがすごい入んのかな。其他展览品一个勒规涂骹的钱包啊，主题是上帝甲妈妈相信你，挑战唔通偷的道德观，也个其他亲像垃圾共款，用一页一页掠落来插花，甲摄影画图顶。游戏规则是每张限制偷窃项物件。文宣阁强調，做警察愛安靜，唔通打擾附近居民，且進行體面的賊偷行為。それを実際にやってみるっていうのが結構前日からドキドキしてるなっていうのがあって。原本想要低调活动，伫社群媒体报道了后，造成轰动。伫安真好的日本，难地出现大规模窃盗现场。不过大家真遵守规矩，现场则是有人碰见钱包啊被送去警局不归关注。主办者事后出面针对意外混乱，甲看无展览的民众回释的。记者综合报道。2013年出道的南韩男子团体 BTS 防弹少年团，因的卖奖全世界拢有，而且伊嘛真关心社会事。因之前有批评过种族歧视，嘛捐100万的美金，大约3000万的新台票，互乌人的命嘛是命这基金会。伊嘛用行动来支持平权的运动，因的行为嘛影响济的少年人。刚若听台顶的偶像一句话就话甲强要烧声，到底是谁人伫咧台顶 ？Army, we love you。伫国际有正庞大粉丝南韩男子团体防弹少年团 BTS， 毋但出现伫咧5路版，2018年7个人受邀请去联合国大会演讲，鼓励少年人珍爱家己，接纳家己。No matter who you are, where you from, your skin color, your gender identity, just speak yourself. Find your name and find your voice by speaking yourself. 美國伫咧5月底發生喬治·弗洛伊德被警方壓制死亡的事件，全世界攏有平權運動。防彈少年團也伫咧推特發文反對種族歧視，譴責暴力，強調每一個人攏有權利受尊重。伫2天後，有美國雜誌報道，防彈少年團甲所屬的娛樂公司捐100萬美金，差不多3000萬台票，甲烏人的命也是命基金會。咩消息也證實是真的。有粉絲知影消息了，共報甲偶像最近做公協，伫網絡發起Major Million活動，伫咧25點鐘久內就募到100萬美金，到7月中已經超過130萬，就知影 BTS 的影響力偌大。成立7年 ，BTS 到即馬發行過4張專輯，一直創紀錄，至少有7首歌佇影音平台 YouTube 觀看人數超過6億，超過10首歌登上美國告示牌8大熱門單曲。去年頂半年，南韓全國專輯的銷量，防彈少年團貢獻將近一半。美國時代雜誌也選因做8大上有影響力的人物。今年2月才發行第4張專輯。伫美國實體通路的銷量就超過55萬張，是美國今年頂半年專輯銷量上懸的歌手。記者綜合報道。環境愛關心外太空嘛，共款，咱來關心歐美的科學家利用科技翕到離日頭上近的日頭相片，甲日頭佇大氣層外口的火焰翕甲一清二楚。科學家是認為講，這火焰就是影響日頭有偌光有偌小的關鍵。翕到這影像是太陽軌道探測器頂面的極紫外線影像機 EUI， 又是對離太陽7700萬公里，從來毋捌有過的真近的距離所翕的。影像中出現較早從來毋捌看過的小光點。We couldn't believe this when we first saw this, and we started giving it crazy names like campfires and dark fibrils and ghosts and whatever we saw. 當年這被稱作野火現象到底是甚麼？對其他太空船也是無眼鏡看到日頭光度有甚麼影響？科學家因也無度確定。不過因推測這真可能是所謂的毫微閃焰，也就是相對真大的日頭體積，這火焰真細，人類在地球根本就看無。
而且遍布日头大气层外缘的小闪光，可能就是予日头外口的光圈温度比日头表面悬出几啊百倍的原因。为了进一步验证，科学家需要更加正确来测量这小黑岩的温度。这就挖去探测器顶面另外一组机器，叫做日面环境光谱影像机 SPICE。另外，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也有另外一个射日头的探测器拍曲库，是负责直接测量日头风的电场，也有日头的磁场，也有日头风内底各种粒子的速度、密度，也有温度。It's a combination of the ones that take images, the remote sensing, and the ones that are sampling the plasma, the in situ data. And so that combination really allows us to make links and connections to what's happening on the sun and what's happening at the spacecraft. 日头大气层外缘的高温是影响地球整个太阳系日头风现象之一。科学家认为，日头的南北极是日头风的发源地，所以讲轨道探测器的下一步会由科学家因来调整伊射日头的轨道角度，和探测器能飞过日头的南北极，这篇更加关键的测量加影像翕相的任务。记者宋合报道。来关心下晡各地台温度，伫北部温度上加27度，上悬36度；中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南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东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到3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顺心。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爱伫你的耳康边讲话的芒啊哥哥。今仔日要绍介的汤拖是牛仔。牛仔汉字写做牛仔，罗马字写做歌乌姑啊。姑第一条，啊第二条。台湾英国互人称号做汤拖的王国，汤的种类是真济款，敢若顶壳的牛仔。咱平常时啊，常看到的就有金龟、草青牛仔、鹿角龟、真仔龟、牛屎龟等等。金龟的金是真光、真金骨的意思，无一定是金色的。常看到的有青、红铜色、金的、孔的等等。古早时代，囡仔定会甲细条线绑伫金龟的骹，互金龟飞起来，当做放风吹。鹿角龟是囡仔上爱的牛仔，头壳顶有一支长长真有力的角，是汤拖内面看起来上有力的霸王。真仔龟伊的喙像一对针仔。嘛有人叫伊真牛仔、真牛仔糖。台湾的真仔龟种类真济，有的体型甲鹿角龟差不多。乌白来。台湾英国饲牛真普遍，所以迄种会用后骹甲牛屎混做一球的牛屎龟，嘛叫做屎金龟，伊就有袂少相关的俗语。亲像捡无牛屎，讲死牛屎龟，就是讲古早人拢会捡牛屎去行火，有的家己捡无牛屎通行火，煞奇怪讲是牛屎龟，甲牛屎拢扔倒去沼窟内底，
这就是讲人代志办无成，煞怪东怪西。另外嘛有俗语讲“牛宰牛，天就帮”，就是讲有寡人无想家己的能力有限，专去谋寡做袂到的代志。亲像细细只的牛宰牛，煞想要甲足重的石棒挺起来共款，是无可能的代志。溜牛仔、金龟、草青牛仔、六角龟、剪仔龟、扣无牛屎，讲死牛屎龟、牛屎龟挺石棒。我要来世界行行咧，欣赏人物，搁较侪种无同的牛仔。今仔日的大讲之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